自从2026年3月28日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袂孤单的应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约翰福音》第14章15节到3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14章。恁若听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对爸求，伊会赐恁另外一位慰助者，通甲恁永远同在。伊是真理的神，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因无看见伊，嘛毋捌伊。毋过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同在，会继续伫恁内面。我袂放恁做孤儿。我会搁倒转来恁遮，搁无偌久，世间人袂搁看见我，不过恁会看见我，因为我活，恁嘛会活。到迄日，恁会知我伫我的爸内面，恁伫我内面，我嘛伫恁内面。接受我的命令，搁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。听我的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嘛会听伊，搁将本身显现互伊看。犹太毋是迄个以斯加略问耶稣主啊，是安怎你要将本身对阮显现，毋对世间人显现？耶稣应讲，听我的人会遵守我的话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的爸甲我会来伊遐。甲伊做伙住，无听我的人袂遵守我的话。恁所听见的，毋是我家己的话，是找我来的爸的话。我要甲恁做伙的时，已经有将这话甲恁讲。毋过慰助者，就是爸用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神，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，嘛会互恁会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。我将平安留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我赐互恁的，甲即世间得互人的无共款。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恁已经有听见我甲恁讲，我去要搁转来恁遮。恁若有听我，会因为我要去爸遐来欢喜，因为爸比我较大。当代志还未发生，我先甲恁讲，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通信。我袂搁甲恁讲真侪话，因为即世界的统治者得来啦，伊绝对袂当对我做甚物。毋过，要互世间人知，我听爸有照爸的命令去做。起来，咱来去。袂孤单的应允。孤单是一种深刻的人生经历，互人感觉到无助甲失落。得要埋怨苦路的耶稣知影，阮途将会面对困惑、压迫甲分离的伤痛，因为安尼，伊应允因一个有盼望的未来，搁应允会有一位慰助者永远甲因同在，成做因的力量甲指引。这是耶稣伫最后的晚餐了后，伫受领受难进前重要的教导。耶稣捌有过家己得要离开，见门徒惊吓失措，就安慰讲：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着信上帝，嘛着信我。伫我的爸的厝有真侪房间，我去是要甲恁准备所在。随后，搁肯定保证，我袂放恁做孤儿，我会搁倒转来恁遮。
耶稣讲伊已经求天父赐了另外一位为助者，就是真理的圣神，要甲门徒同在。相款的，耶稣也要伫孤单甲悲伤中安慰咱。还记得当年伫青少年团契常常唱的诗歌《主恩典教育我用》，这首歌的歌词甲旋律，拢互人感受上帝安慰甲同在。歌词写讲：当我受特殊试炼甲痛苦的时阵，主耶稣就甲我讲：恩典够用。每当我灰心失望、完全无助的时阵，主耶稣就甲我讲：恩典够用。信息进入我心中，圣神在指引我，伫百般试炼中有大喜乐，因为伊已经甲我讲，伊的恩典够掠我用。只要信伊的恩典够掠我用。这首诗歌是海摇玉斗曾春莹牧师40多年前的创作，捌荣获1981年台湾圣乐促进会的圣乐创作奖。伫网络顶面看到海摇玉斗牧师伫沙角党教会建堂的见证，听见伊和师表安怎行过悲伤的流目屎山谷。这首歌诚做安慰，互因看见上帝的恩典够用，知影家己并无孤单，因为圣神甲因同在，佮对天顶赏赐教育的恩典，互伊的仆人。我相信上帝的恩典甲圣神的带领，将借着这首诗歌鼓舞更较侪孤单流目屎的人。天父所赐的为助者，毋单单是安慰者和帮助者，甚至是辩护者和辅导者。圣神是安慰者，亲像母亲陪伴受伤、艰苦心的囡仔，互囡仔知影我捌你的苦。圣神是帮助者，亲像值得信任的同工也是教练，伫需要的时帮助咱。圣神是辩护者，亲像法庭上的律师，是了解咱的价值、知影咱的委屈，为咱挺身出来的人。圣神是辅导者，亲像咨商心理师，也是诚实的好友，会指出咱的盲点，提醒咱行回正路的人。人生难免会有经历孤单的时刻，就算无人会当理解咱心内的悲甲苦，但是爱记得耶稣讲：我袂放杀恁。今仔日圣神有缘伫咱的心中动工，安慰咱受伤的心，指引咱行正确的道路，搁互咱时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互圣神进入我的生命，领受这袂孤单的应允？我是毋是愿意互圣神进入我的生命，领受这袂孤单的应允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圣神，互我会当时刻经历你的同在，因为圣神同在，我有真正的平安甲幸福。奉主的名感谢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